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初2，罗马书12章12节安尼讲：伫五梦就欢喜，伫患难就吞忍，伫祈祷就常常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伫五梦就欢喜，伫患难就吞忍，就常常祈祷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荣耀的上帝。你是赐五梦的天父，你是全能的活命主，主啊，你的慈爱远过诸天，你的信息直到永远。当世界不安，环境无定的时，你是阮心中稳固的石盘。主啊，因你的恩典极大，我们一生来学习你的名。主啊，你在阮的心，常常因为困境来忧伤，伫等待中容易失去耐心。主啊，总是你的话提醒阮，伫你的内面，阮有不变的五梦。这个梦不是出自环境，乃是出自你的应允。所以，愿伫五梦就欢喜，伫患难就吞忍，伫祈祷就常常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